生活在都市里久了，偶尔来到乡下，看到一大片郁郁葱葱，就会让我觉得一草一木真的都好珍贵。都市人比较少有对于生态保持强烈的意识，越是有接触就越懂得珍惜。这里有一个生态公园哦，不知道生态公园里头有些什么呢？泰哥，呜！你知道吗？都有技术哎，手帕哦，手帕嘿，这个是什么树啊？也是解油树，白鸡油树白鸡油，解油树，咁你做嘛该有技术的啊？哎吼，俺哋明年会手帕，还手迄个时间，俺哋来做一个奇妙的东西。真的，所以感多亚岛 V 也可以做得到了。可以。哇，哎，可是这个解油树啊，该不会就是给解油菇吃的树吧？有可能，大家都可能都。真的吗？所以解油树当然会有解油菇哦。嘿，在哪里啊？哎，你做，嘿呀，你看到吗？哇，见到解油菇哎，他现在是在要吃那个苏疹吗？嘿，不是讲解油菇龟好吃，苏疹是真的，而且他连吃住睡都在解油苏当狗，他真的超爱解油。整个生态公园里有好多的植物之外，我还看到了很多可爱的小木雕哦。原来这些都是他们用修剪下来的草木手做出来的艺术品。所以说呢，在找到解油菇之后，我还要用这个环保的方式来做一只木头的解油菇。好，刚用那个解油菇就好些嘞。其实还蛮简单的哦，好简单哈。哎，俺也得好，如果用俺的要加个手下的书卡，做诶，算是一种废物利用吗？废材利用？马可安尼讲，你俺的明年如果伊手书的嘛，手下来去洗吉他，俺哋好似用一两年去找以后，过来做。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来到这园区里面，不但可以认识大自然的生态教学，而且还可以让你手做了自己的解油菇，然后把它带回去做纪念。原来解油菇龟好色苏疹，下次我如果找到树上有这种痕迹，那么我就知道这儿就是解油苏喽。